各位球迷大家好啊，歡迎收睇新一集嘅哈利買級。10年呢，對於職業足球員嚟講呢，可以話係佢嘅職業生涯嘅一半啦。咁啊，今集嘅主角呢，正正係啱啱效力咗利物浦10年嘅英格蘭國腳啦，祖高美斯。咁喺2015年6月嘅時候啦，咁啊我哋咧就以350萬鎊啦，由倫敦嘅查爾頓呢間嘅球會咧就買入咗祖高美斯。咁當時咧佢就18歲嘅啫。咁而其實佢算係我哋球會嘅三朝元老啊，因為當時嘅領隊就係班頓羅渣士啦。咁其後咧班頓羅渣士被炒之後就嚟咗高普，然之後咧上年呢亦都係 Slot 接手啦。咁所以咧其實祖高美斯都叫做橫跨咗咧3個唔同嘅領隊嘅一個生涯啦。咁啊喺2015-16球季啦，佢第一個球季咧其實佢初都幾受羅渣士重用嘅。咁啊第一場嘅英超嘅比賽啦，對史篤城咧佢已經係立即有正選啦，就打咗左後防嘅位置。咁可惜喺2015年嘅10月啦，咁當時佢代表英格蘭 U21嘅代表隊嘅時候咧，就因為受傷啦。其實嗰一次嘅受傷都算係幾嚴重，咁足足令佢咧其實成個賽季都報銷。咁要去到咧第二個球季咧，即係2016-17球季喺2017年嘅1月咧，佢係先至復出咧，係再次即係代表利物浦上陣。最後呢一季咧就喺足總杯啦，上陣咗3場嘅比賽就踢足啦，另外亦都有8次咧係代表 U21嘅梯隊咧就有踢到比賽嘅。咁經過高普咧用咗大約1季多嘅時間咧，就開始將利物浦咧執翻成為一隊即係能夠競逐前4嘅球隊啦。咁而17-18球季咧，亦都成功咧係可以咧打入去歐聯嘅賽場。咁啊，當屆咧高美斯亦都算係開始受到重用啦。咁喺聯賽咧有23次嘅上陣時間啦，同時間咧歐聯亦都有5次嘅上陣機會嘅。咁而當年歐聯啦，我哋就行到入去決賽啦。咁可惜就面對住皇家馬德里咧，最後我哋就以1-3咧就輸咗呢場決賽。咁但係起碼見到咧，即係經過一次大傷嘅高美斯咧，喺復出之後咧，仍然即係開始受到咧高普嘅重用啦。慢慢地咧，亦都多咗上陣嘅機會。咁啊，可惜啦，喺18年嘅5月啦，即係當季嘅季尾咧，佢就因為要做一個嘅 ankle 嘅手術啦。咁而呢個手術咧，亦都算係佢喺即係嘅職業生涯咧第2次咧需要缺陣超過100日嘅比賽。而係18-19球季啦，咁啊由於魯夫蘭同埋馬迪普咧間中因為狀態或者受傷嘅情況下咧，咁啊其實高美斯咧得到更多嘅上陣機會咧，就夥拍住雲迪克打中堅嘅位置啦，有時亦都會傳染右閘嘅情況。咁但係咧去到12月嘅時候，由於就俾搬嚟嘅 Ben Mee 咧就鏟傷咗啦，令到佢又要咧因傷咧缺陣一段嘅時間。咁啊當屆咧我哋最後就攞到歐聯嘅冠軍啦，喺決賽2-0贏咗熱刺。咁而高美斯咧亦都係有喺下半場後備入替嘅，咁呢一個亦都係高美斯為利物浦咧得到嘅第一個嘅冠軍。咁同時間呢，呢個冠軍呢亦都係利物浦啦喺高普麾下咧其中一個非常重要嘅冠軍。正正就係因為呢個冠軍呢，就開始咗我哋嚟緊即係喺2018年開始嘅嗰一段嘅強勢啦。咁過咗歐聯冠軍呢一個嘅咁重要嘅一環之後呢，其實去到19-20年呢，我哋再上咗去另一個高峰啦。咁就係得到英超嘅冠軍。當年呢，高美斯可以話係佢目前嚟講職業生涯咧唯一一屆咧接近冇受傷嘅情況。咁啊，當年喺聯賽啦上陣28場嘅比賽啦，咁啊大多數咧都係佢夥拍住雲迪克咧打中堅嘅位置。咁而當一屆嘅表現亦都睇到啦，佢無論喺嗰個速度啦、回追啦、落腳啦、高波啦，甚至係即係地面嘅爭奪咧，亦都係非常之出色。慢慢地亦都發現咧，就係高美斯咧其實絕對有能力咧喺英超賽場上邊咧就打一個正選中堅嘅位置。咁而當屆喺英超嘅即係冠軍嘅呢個路程上邊啦，佢亦都係即係付出咗好多啦。咁雖然即係呢一個球季係經歷咗呢一個 Covid 啦，就喺下半年呢，其實曾經有機會咧就成個賽季叫報銷啦。但係最後咧即係賽會亦都係維持翻即係呢個比賽可以繼續踢翻啦。咁啊去到7月嘅時候咧，我哋就再次踢翻比賽。咁啊結果咧順利咧為利物浦咧贏取咗咧即係第一個嘅英超嘅冠軍。咁亦都係即係高美斯喺職業生涯嘅第2個高峰啦。
咁喺贏咗英超冠軍之後呢，去到2021年啦，咁佢嘅表現因為非常之出色啦，喺上一屆啦，咁甚至咧得到英格蘭國家隊大國腳嘅徵召啦，咁可以代表英格蘭國家隊上陣。咁啊可惜啦，即係代表英格蘭嘅呢一次嘅叫做集訓下啦，佢又受到一個嘅重傷，今次咧就甚至係傷咗 ACL 添，咁一個對於職業足球員嚟講都算係一個幾大嘅傷患啦。咁而當屆咧即係2021球季，亦都算係利物浦其中喺後防上面一個嘅重災區啦。咁因為雲迪克喺對愛華頓嘅時候，俾對方嘅門將碧福特咧，亦都係即係鏟傷咗啦，蓄意咁樣鏟傷咗啦，亦都係傷咗 ACL。咁變咗咧，其實高美斯同埋雲迪克兩個咧係叫同一時間咧都受咗呢個重傷，咁同時間亦都即係大家一齊養傷啦。咁啊，結果佢哋兩個亦都係即係培養咗一個好好嘅感情啦，甚至可以話係咧即係個兄弟情咁樣啦。咁但係喺2021嗰個球季啦，咁啊足足就成個賽季亦都報銷咗啦。咁對於高美斯嚟講咧，當然又係一個重大嘅打擊啦，因為其實喺佢短短幾年嘅職業生涯入邊咧，已經係受過3次嘅大傷患咧。其實對於球員嚟講咧，絕對係有一定嘅影響嘅。咁啊，經過咗呢次嘅大傷之後啦，去到21-22球季啦，咁啊當時我哋咧算係衝緊4個嘅冠軍啦，因為4條戰線上邊咧，其實我哋都走到最後嘅。咁雖然喺聯賽同埋歐聯最後我哋就叫功敗垂成啦，咁但係咧喺足總杯同埋聯賽杯咧，其實我哋都能夠贏咗冠軍。咁2次嘅決賽咧，亦都係贏咗車路士嘅。咁喺聯賽杯上邊啦，高美斯有4次嘅上陣嘅機會啦，而喺足總杯咧亦都有2次嘅上陣嘅機會，咁都可以算係咧喺2個杯賽冠軍途中咧都有出過嘅唔少嘅力氣啦。咁經歷咗呢次嘅即係4條戰線去衝啦，咁相信咧其實我諗隊中好多嘅球員都已經係即係付出晒佢哋喺職業生涯嘅所有啦，亦都話可以係算係谷盡咗呢一季啊。咁結果咧去到22-23球季咧，咁啊算係一個回氣位啦。咁同時間咧，其實高美斯咧雖然喺聯賽上邊咧都有唔少嘅上陣機會，亦都有21次。其實對於佢嚟講咧，呢一季咧佢嘅受傷都算係少噶，咁啊只係1次嘅 muscle injury 啦，咁啊缺陣咗5場嘅比賽嘅啫。咁但係可以話係咧，即係近呢幾季嚟講咧，22-23球季亦都係喺高普麾下其中一個比較差嘅球季啦。因為當時我哋喺個比賽上邊嘅表現的確唔太好啦。咁啊，最後亦都唔能夠咧係攞到前4嘅位置咧，就失去咗咧下一屆嘅即係打歐聯嘅機會。咁去到23-24球季啦，亦都我相信可以話係高美斯暫時嚟講咧第2個嘅打得比較好啦，或者係佢個上陣時間比較多嘅球季啦。咁喺啱啱即係叫高普嘅最後一季嘅執教下啦，咁佢喺聯賽上邊咧有32場嘅上陣嘅比賽嘅，咁只係缺少咗1場嘅比賽嘅啫，就缺席咗1場啦。咁而佢嘅位置除咗本身佢打開嘅中堅啦、右閘之外咧，甚至好多時候咧擺佢喺左閘咧有一個非常突出嘅表現，亦都係非常穩健啦，咁甚至咧曾經喺杯賽上邊咧，高普甚至將佢擺咗去打一個防守中場嘅位置，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咧，即係喺高普麾下咧，其實高美斯無論喺個後防4個嘅位置啦，又或者甚至嘗試過咧打一個防守中場嘅位置咧，亦都係非常之稱職，亦都可以話係咧，其實我覺得高美斯喺23-24球季咧喺咁多年嚟講咧，佢係最受到球迷認同嘅一年啦。咁雖然喺1920年我哋贏聯賽冠軍咧，其實佢都得到唔少嘅讚賞，咁但係我諗喺上一個球季咧，即係23-24嘅球季咧，其實係好多球迷眼中咧，佢已經係成為一個即係雖然係一個叫 squad player 啦，或者係叫綠葉嘅球員啦，咁但係好多時候我哋需要佢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出到嚟咧幫手，即係鎮住個後防啦，或者甚至咧係幫手防守對方一啲強勁嘅右翼啦，例如可能對亞仙奴嘅時候，我哋會放佢出嚟打左閘咧，係防住對方嘅沙卡啦。咁啊，雖然高普離開啦，咁但係亦都叫做即係高美斯喺高普麾下咧，算係贏咗唔少嘅冠軍。咁啊，同時間亦都傳出咧，其實喺上年嘅夏天咧，即係23年夏天咧，曾經傳出過咧，就係話紐卡素嗰邊咧就出過4500萬鎊咧，就求購呢個高美斯。咁其實當時咧都算係進入一個叫做談判啦，甚至可以話咧係就嚟達成協議嘅一個階段。咁但係最後咧就因為我哋即係買唔到 Gordon 啦，佢哋嘅左翼啦，咁結果就成單雕就叫大家都係 turn down 咗嘅。高美斯亦都冇轉會去到紐卡素。咁而喺新領隊咧，即係 Slot 嘅麾下咧，其實高美斯喺啱啱24-25
嘅球季咧，上陣嘅時間唔算太多嘅，大部分時間咧都係後備入替啦。咁啊喺聯賽有9次嘅上陣機會，咁亦都曾經受過2次嘅呢個 hamstring 嘅受傷啦。咁亦都缺陣咗咧係20幾場嘅比賽。咁雖然喺即係啱啱上一季佢上陣唔算太多啦，但係至少就係見佢落場咧，其實亦都俾到大家一定嘅信心啦。特別就係去到嘅季中嘅時候咧，岡拿迪曾經缺陣咗一段嘅時間咧，其實高美斯落到嚟頂一個中堅嘅位置咧，佢嘅表現係非常之稱職嘅，亦都冇咩大嘅錯誤啦。咁但係可惜去到即係下半季啦，就因為受傷咧，其實佢就最後冇咩上陣嘅機會。咁但係亦都係即係佢算係其中一位啦，即係叫做雖然唔係主力啦，但係亦都係我哋咧喺今屆即係24-25球季攞到聯賽冠軍嘅其中一位成員。咁亦都係咧喺陣中咧9位第2次為球隊攞英超冠軍之中嘅其中一位啦。咁雖然即係請由開始講嗰個啦，其實10年咧對於即係足球員嚟講真係唔算係一個短嘅時間，特別就係話你要效力同一間球會10年咧，其實都唔算係太多。現有嘅即係而家嘅職業足球員咧，好多時候踢幾年就會選擇離開㗎啦。咁而自從軒達臣離開之後啦，咁高美斯亦都係暫時陣中咧年資最長嘅一位球員，咁亦都請講過啦，已經效力咗10年啦。咁喺啱啱即係早幾日咧，就佢自己亦都喺 social media 啦，即係出咗個 post 咧，就係關於佢呢效力利物浦10年嘅一啲嘅感受啦。咁雖然喺23年嘅夏天咧，曾經咧就有傳佢會離隊啦，甚至其實今年嘅夏天咧，亦都有唔少嘅球會對佢有興趣啦。咁但係見到佢講嘅説話啦，即係對於呢個城市啊，對於球會啊，對於球迷咧，佢都係非常之喜愛嘅。咁佢自己都講過啦，除咗倫敦之外咧，其實利物浦咧就係佢第2個嘅屋企啦。咁雖然佢本身喺倫敦出世啦，咁但係其實正如想講，已經喺利物浦生活咗10年咧，其實對於佢嚟講，一定有一定嘅感情喺度嘅。咁而喺言下之意咧，亦都有講話想繼續希望咧就係利物浦啦，繼續即係同球隊一齊行啦，一齊前進啦，爭更多嘅冠軍啦。咁啊，雖然我哋成日都話嘅，即係可能高美斯落到場唔係啲咩特別升級嘅球員，或者係特別高級數嘅球員，但係至少你會見到佢喺球隊嘅作用啦，喺球隊上邊，我相信佢有一定嘅話語權啦，或者喺更衣室入邊咧，亦都可以即係有一定嘅說服力啦，去幫助一啲即係年輕嘅球員成長啦。以一個即係效力咗咁長時間嘅球員嚟講，咁啊希望咧喺嚟緊呢段時間咧，高美斯可以繼續留隊啦。即係我覺得作為一個老臣子咧，我哋真係值得俾一個嘅尊重佢啦。所以我亦都特登出一條片咧去講高美斯。咁啊，希望即係喺嚟緊嘅球季啦，可以見到佢有更多上陣嘅機會啦，減少傷患啦。咁啊，始終職業生涯咧，的確係唔會有好長嘅。咁而家28歲嘅佢啦，其實可能就翻大約5至6年嘅時間。咁如果你話到最後佢真係希望去到其他球會踢正選嘅，咁呢個亦都唔係一件錯嘅事。咁但係我自己就更加希望佢繼續可以留低喺利物浦去為球隊去比賽啦，同隊友繼續去奮鬥啦，贏更多嘅杯賽或者甚至聯賽冠軍。咁啊，今集去到呢度啦。咁啊，歡迎大家講下你對高美斯嘅意見啦，無論好與唔好都好，我相信對於佢嘅感情咧，亦都唔少過其他球員嘅。咁啊，今集就講住高美斯先啦，下集就當然會係另一個重點啦，就係我哋新加盟嘅德國嘅中場域斯。咁啊，下集再見啦，拜拜。